我哋一直以為變老係必然嘅宿命，但係頂尖科學期刊《細胞》正喺度重新定義衰老可能係一種可以干預嘅疾病。世界衛生組織2021年已經將衰老列入國際疾病分類。美國 FDA 批准咗多項延緩衰老嘅臨床試驗，呢個唔再係養生概念，而係同癌症研究同級別嘅醫學突破。你有冇發現父母嘅衰老好似係從一次瞓唔好開始，又或者係從記性變差開始？療法啦、失眠啦、容易攰啦，你以為係年紀大咗，但係其實可能係神經系統啦、代謝系統開始失調嘅信號啦。你唔係突然老，而係長期修復失敗啦。只不過你一直以為係歲月啫。細胞期刊總結咗衰老嘅9大機制：線粒體功能失調導致能量唔夠，細胞垃圾清理機制崩潰，免疫系統慢性發炎， DNA 修復能力下降，端粒縮短，令細胞壽命倒數。呢啲嘅過程同糖尿病啊、心血管病啊、癌症高度重疊。咁換句話講呢，人老嘅方式同人生病嘅方式本質上咧係同一回事嘅。喺衰老唔係自然規律，而係身體長期修復失敗嘅系統性退化，係一場慢性嘅病理過程。打個比方咧，你部手機咧越用越慢咧，唔係因為佢舊，係因為系統冇更新、垃圾冇清、零件冇換。所以維持年輕狀態咧，唔係靠單一嘅保養品或者補品，而係要理解同維護好我哋基因、細胞、荷爾蒙呢個複雜嘅人體操作系統。Google 母公司投資咗加州生命公司，用基因級對抗老化。Amazon 創辦人貝索斯投資咗奧托斯實驗室研究細胞重編程。佢哋唔係講食核桃飲枸杞，而係用工程化思維將人類壽命當作產品升級，建立新一代人體操作系統。世界銀行預測到2050年，全球60歲以上嘅人口將超過20億。抗衰老相關產業到2030年，市場規模將超過1.5萬億美元。呢條賽道咧，可能係21世紀最值錢嘅生意。從今日起，可以將對抗衰老視為一種積極嘅健康管理。具體嘅第一步咧，係重視睡眠質素，因為每一次優質睡眠咧，都係俾細胞最重要嘅修復時間。你唔係慢慢老，係被動等緊修復失敗。而家開始重視，就係對自己最負責任嘅選擇。